終審法院星期二駁回行政長官參選人何俊仁提出嘅選舉呈請，本來承諾咗喺司法程序之後交代山頂貝璐道大宅僭建問題嘅行政長官梁振英，至今都未出嚟回應。多個政黨嘅立法會議員就促請梁振英履行承諾。佢嘅呢個對有關僭建問題嘅解釋，我都係必須嘅，呢個肯定啊。我希望佢能夠盡快。如果我哋提出咗1個星期內，佢都應該要作出嘅解釋，我相信呢個都係一個合理嘅時間，係咪咧？係嘛？咁如果真係一個逃避嘅，咁我相信市民亦睇到啊。咁我亦都向特首辦了解過，咁佢哋表示咧，就因為個判詞仲有啲問題要跟進，所以佢哋要睇清楚個判詞之後咧，先至交代嘅。咁我咧就會繼續向特首辦反映意見。希望佢哋早日作出全面嘅澄清，以解釋以化解公眾嘅疑慮。至於提出選舉呈請嘅何俊仁就對梁振英未出嚟交代事件感到驚訝，又話民主黨喺星期三已經去信特首辦，要求梁振英同相關嘅部門上立法會交代。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道。